喂，各位聽眾你好，歡迎嚟到卡拉蘇呢個頻道。今日就特別少少講啲唔係電影、唔係劇集，講到紀錄片啊。咁啱啱呢，我就喺 Netflix 睇咗套紀錄片，就叫做《全面失控》啊，就大便郵輪。咁英文係 Trainwreck A Poop Cruise。咁我就個人比較膚淺，我係純粹睇到呢個名就先撳落去睇嘅啫。咁話說呢架船呢嘅事故就係發生喺2月嘅2013年，差唔多成12年前啦。咁呢個郵輪個名呢就叫 Carnival Triumph，載住4000幾個乘客嘅。本人就完全唔知呢單新聞嘅，所以係第一次睇就好有新鮮感啊！咁事緣呢架郵輪就係 suppose 係一個長期4日嘅郵輪啦，假期。咁就由呢個德州 Texas 嘅美國就去墨西哥嘅，成個過程係4日嘅啫。最終呢個事件呢就搞到係6日先可以去返個碼頭。本應頭嗰3日都好地地嘅，個個都吃喝玩樂啊，飲酒跳舞游水啊，好狂歡咁樣嘅，玩得好開心，個個都。誰不知去到第4日咧，回程嗰陣時喺個海中間，夜媽媽半夜咧，個船就有警報個個乘客都唔知發生咩事，就四散喺個船出邊個甲板嗰度。原來就個引擎間房着火好彩都撲熄咗啲火，不過咧大樓嘅傷害都嚴重，因為燒斷晒啲主要電線，搞到冇晒電啦嘅船，冇冷氣啦，因為喺一個都幾熱嘅地方，跟住仲最重要係冇廁所用，因為啲沖廁系統都有關聯呢個電嘅方面。個船嘅負責人呢就無可奈何，就叫啲客人，就如果你要去小解你屙尿就屙喺個浴缸嗰度啦。唔建議啲乘客就走去個船個欄杆出邊屙尿啦。男人都還 OK 嘅，但係女人就唔得，同埋太危險啦，佢哋驚啲乘客跌晒落海啊會。如果你咁唔好彩咧，要屙地咧，咁點咧？大會咧就會安排一個 biohazard 嘅紅色膠袋，你就屙落去個袋啦。咁梗係啦，好多乘客都接受唔到啦，梗係。如果你真係屙落個袋咧，咁點處置？就係擺落個走廊度。可想而知個走廊嘅情況有幾惡劣咧。呢套紀錄片都有影到嘅。喺呢段咁冇電冇廁所用又非常之焗嘅熱嘅情況咧，好多人都搬咗啲床褥去個甲板去到瞓覺咯。因為佢話啲房係熱到瞓唔到覺嘅。仲要好多娛樂設施都要電噶嘛，賭場冇電，游泳池啲又冇水，跟住唯有啲乘客揾啲咩娛樂呢？聽啲工作人員講就係好多性愛活動啊，即係佢哋咁可能係周圍搏嘢咯喺個船度。去到有個位呢，直情係因為又係可能太熱呢，佢哋好多都完全都唔介意，直情喺個甲板嗰度通街走去搞嘢。試完過咗幾日呢，聯絡咗美國總部同埋叫墨西哥求救嘅。安排咗墨西哥就 send 幾架啲拖船呢，就諗住拖架船翻去美國個岸邊。呢個期間呢，為咗安撫啲咁不安、咁唔愉快嘅乘客呢，架船就安排呢個唔知係咪一個好嘅決策啦。open bar 免費酒精。你都估到啦，一有呢啲情況屈咗幾日冇嘢做呢，啲人係發癲噶啦，醉酒梗係鬧事啦，搞到成個地方已經污糟啦，更加不堪設想啦個情況。
終於等到墨西哥嘅拖船啦，咁啊拖時咧，因為嘅拖船要向住一邊拖嘅，咁啊一架前一架後，等佢唔好隻船係安穩嘅方向啦。咁但係有個問題，拖船嗰陣時咧，因為拖一邊咧，咁搞到架船咧就向一邊傾斜，咁你可想而知，即係啲乘客已經喺自己浴缸啊，周圍有盤嘅地方都去小解咗咧。咁嘅船一側，咁所有嘢咧都寫晒出嚟。你講緊係啲大小二便寫晒喺個地氈地下，全部呢啲屎通地都係，甚至乎係滲晒喺啲牆啊，喺樓上啲天花板流落嚟，即係成埲牆好似瀑布咁屎尿咁樣落嚟。想象個畫面已經覺得好嘔心，仲要唔好講嗰陣味啊，即係積聚咗幾千人呢啲咁嘅污糟嘢咧，哇！真係臭到，咁啊好多人咧就冇辦法，隻腳咧就即係成地都係啦。咁啊訪問一個嘅船嘅廚師就好笑，就佢都唔想即係屙喺個紅色嘅袋啦，因為佢要大便。咁咧佢就周圍揾啲公眾嘅廁所睇下，仲有冇啲係冇乜事啦。咁太天真啦佢話一打開嗰個其中一個公眾廁所咧，就見到啲一嚿嚿嘅糞便咧。就屙喺地下，啲客人咧就將啲廁紙就冚住啲屎，跟住再喺啲廁紙上面再屙到屎，咁啊層層疊咁樣咧，佢就形容為呢一個嘅好似 lasagna 咁搞到以後都應該唔敢再食 lasagna 啦。咁啊，終於就多翻埋岸啦，咁啊叫做大家無處冇難啦，冇傷亡啦。都估到噶啦，一定呢啲咁嘅情況，梗係告間船廠啦。咁點知原來咧呢個船廠我諗係精粒尾，之前預咗有呢啲事發生過咧。咁原來佢哋啲條款咧，即係用放大鏡先睇到呢啲條款咧。即係你買飛嗰時，其實已經列明係佢哋唔會保障一個完全地安全衛生嘅旅程噶，有咁嘅例都得嘅。咁但係都個官司雖然冇上到 court， 但係都庭外和解咗嘅。船公司亦都全部退款啦，額外俾到$500每個人，仲同埋安排一次免費嘅任何一次佢哋公司旗下嘅郵輪嘅。公司就之後花咗差唔多1億幾啦，就走去洗咗呢架屎船啦，執過晒所有嘢啊，整翻咁咯。套紀錄片就是這樣，咁我覺得呢套戲點呢？咁 Netflix 就從一個比較輕鬆嘅角度去報道呢個件事件嘅，咁我自己就睇得都好開心嘅。衰啲咁講呢，就將人哋嘅痛苦就灌輸喺我自己嘅歡樂嘅時間身上。其實同我哋平時喺 YouTube 睇嗰啲咩 Fail Army 啊，睇啲滑板單車仔樓梯跌落嚟啊，跟住喺自己門口落雪又跣低啊，跟住屋企又唔覺意打爛自己部電視啊咁咧。嗱，問心問清楚自己，你有冇睇嗰陣時有笑先？所以我哋中意睇人撲街嘅係啊，所以呢套紀錄片幾好嘅。都係1個鐘到嘅啫。如果你唔想commit一個2個鐘睇出戲咧，咁呢出都不妨為一個百無聊賴嘅好選擇嚟嘅。如果我要俾個分數咧，100袋大便我會俾60袋。OK， 放心啊，我會應承大家唔會講太多呢啲排泄物嘅。但係今次真係睇完忍唔住。有啲娛樂性，所以一定要分享俾大家聽啦。講住咁多先，下條片見，卡拉蘇 out。